13乡是一部记录客家后生人大胆搏梦、勇敢做梦的人生故事。13乡免是后生突然与后生人的构图创作出来的作品。休息会头跳舞的谁来啊？上贵声人紧跳下去。种子年轻的时尚差韩国版到世界，将各国看到的大专推班。旁年轻13年轻的后生人，因为想救世界，完成了动到起起大大的梦想。2010年13乡客家青年做梦的故事，留下后生突然寻找梦想的后生梦想，是从打开一扇扇世界的窗门。后生拄到后生，为咩出卖嘅东西呢？13乡客家青年做梦的故事，新年23期时，到礼拜六下午7点半，看13乡看 Rookie for You 文化的播。